新年好。新年好。我们走吧。这个是奶奶喜欢的蝴蝶兰。哎，还真是。很紧张吗？还好吧。深呼吸，使人下意识地激活了副交感神经系统，释放压力的。怎么办？我紧张得要生拐了。没事的，你就像平时一样就行。咱们就吃个饭，我家里人都很随和的。快到，来，抱着你的加分项。好。哎，奶奶，奶奶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急不急。奶奶你好，我叫从容。啊，奶奶，这就是我经常跟您提起那个女孩。真好，长得好看，比照片好看。您也好看。我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，精致的猪猪老太太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这是给您的礼物。对，奶奶，从容知道您喜欢蝴蝶兰，特地找来。哎呦，真是有心啊！这个颜色特别难找，他爷爷叫我找了好久了，我都没找到，真是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也真好。他平时更好，今天有点紧张呢。紧张的好啊，紧张了说明在意你。来，快进来吧。走啊，我去拌点饺子馅儿，你带着他去见见爷爷。爷爷呢？在做市政建设。市政建设。这块地皮位置好，我要了。给您把楼盖上。好，该您了。哦，3500分。500，给您。哎，不够。5。我就说吧，今天我要把牢底坐穿了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就教人有了钱以后买房买地吗？有意思。爷爷，你可别理他，他就是羡慕你心态年轻。你可算来了，叔叔，这就是从容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最好的闺蜜。哦，叔，爷爷新年好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坐，快坐。文让，沏茶去。沏茶去。啊，去，快坐，快坐。爷爷，我给您正式介绍一下，从容，你女朋友做律师的，帮你打过官司，刚一起救援回来。哎，是不是你追的人家？爷爷，您是神算子啊。程程啊，不时的在我耳边叨咕，想记不住都难。你就会王婆卖瓜。叔，这回见着活的了，觉得我们从容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孩子就是太瘦了啊。来，让爷爷看看。来，圆圆够不够？你说什么？少啊你这些，不能喝那么浓的茶。来，圆圆够不够？够了，行，你说够就够了啊。你得跟他学，能吃能喝。哎呀，我没有那么能吃。还不能吃？全世界第一杂食动物就是你。来，喝茶，喝茶啊！喝茶，喝茶。来，让一让泡的茶。现在让一让都会泡茶呀。